离岛风力发电是再生能源发展一个重大政策目标。国外的研究机构做路讲的，台湾海峡的风场是欧洲以外世界最好的。2012年，前政府未提出的1000架海陆风力机的计划。环保署环评小组会议在7月12日能通过离岸风电评估，是新政府上台通过的第一个政策环评案。台电认证是死怕做唔下去的，按上要使4000亿元来发展再生能源，其中有3000亿603边呢，要用啊提离岸风电。按算包括台电等3间嘅释放风场业者，在2020年要减至528万瓦边呢嘅装置容量，到2030年要到4吉瓦，都是40亿瓦喎。离岸风电发展也是都当用的一个挑战。喺台湾未来嘅机会下，继续来看。7月12日，环保署环评委员的第2摆专案小组会议通过离岸风电政策评估说明书。这政策环评专案小组已经大概做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建议，那这些建议当场其实能源局也大概都觉得可以接受。好，那我们把这些共通性的议题大概理清之后，就等民航局把能源局这边补件完成之后呢，大概就会提送大会。好，那他们补件时间，我们大概预估的时程，当然是希望他们一定要3个月之内，越快补越好。这个是代表新政府要实践这个绿能政策的决心。印证当年10月的九江风来嘅，台湾海峡风场开发潜力，同全世界打唔到二卡。国外风力顾问机构咪讲，台湾喺同歐洲風場以外前後嘅能源局評估，台灣風力資源嘅潛能合起來有147吉瓦安高。早同2012年，政府就提出全台海陸風機嘅計劃，先係福海風力發電公司、海洋風力發電公司同台電一3間來做示範獎勵計劃。新政府希望做到非核家園嘅目標，可以提高再生能源比例。所講政策環評係講要建立共同規則，面對未來各個風場嘅環評，有共用解決嘅方式。我們政策環評，因為它本身不是在准許開發與否，它只是希望說，那未來政府如果想要大力發展綠能的話，遇到這些離岸的風場，遇到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最明顯當然就是漁民。第二個就是白海豚的議題，我們在這裡有一個共同處理的方式。現場是有學者說26號砍一半，29號拿掉，那我們覺得還是不足的，因為白海豚的影響，你一定要提高它的那個緩衝區，因為水下噪音真的影響很大，而且淺灘裡那個水深，有包含你退潮的時候，其實它可以承載的那些棲地面積是相對減少的。中央農委會生態調查，白海豚發通嘅範圍同群海嘅大白，離岸風機按啲素材如何同順航。能源局到去年7月咧，公告36隻潛力風場，其中26到29有4隻風場當減白海豚發通嘅範圍。環保聯盟希望拆停嚟做。那我有讀過一些文獻，在英國北海那邊有設置離岸風機，它會造成海豚60%的聽力會受到永久性的影響，就是說這些等於是它的聽覺受到60%以上的傷害，而且這是無法恢復的傷害了。台灣外海最大的風場就在彰化，將近8-9成。白海豚是活動範圍，白海豚大概是苗栗到台南這之間。那其實最主要的活動範圍還是這個外山頂洲到彰化、台中這個區塊是最多的，但是風場就靠近很近啊。能源局隨同離岸風電發展分作3隻階段，對2012年起實體階段，3間業者都設架做一個示範風場，其中台電同福海風力喺度彰化皇宮外海，海洋風力喺度中南外海。最規劃3隻示範風場，同今年底都要起好2台示範風機。對第2階段到第3階段，係要將36隻潛力風場起好勢。不過對政策環評過程來看，最尾會存21隻。那這3個示範風場啊，照規劃是要在2020年，就是民國109年以，把那個示範風場都蓋起來。一個示範風場就是要100個 MW 以上，大概有30架哈，所以3個示範風場大概300 MW 以上。那除了這3個示範計劃以外啊，我們的第2個步驟就是這些潛力場址啊，
我们开放让业者来申请、来申设。政府要订定这个能源政策，每一次会议，包括一些环评、包括政策环评，好像都没有我们的份。我们也不了解说，到底目前政策要怎么推行？我们要对渔民来怎么说明？翠峰塔之前一定要来签合约，他根本不需要机会啊，就也没有来签就走了。去年3月1日都安尼一台海气象观测塔行出頭一步，不過狀況唔明，不滿5日前冇講好勢。去年幾百台誤算和保衛覆海觀測塔來抗議，主要狀況唔明，有800客家都會表面呢。一張網等於超過2公里，然後我們是網放下去之後，要隨波逐流，要逐流超過4-5公里。你看整個作業空間是相當大，我們的風機差不多500-600米，所以說它如果整個彰化外海都是風機的話，勢必他們這500-600艘漁船全部要收起來。因為咱這屬於較小型的這個礁華，你若講較外圍較去，因為伊這個航程無法度通開遐遠，咱這邊則是攏佇咱這個近海咧討獵安尼爾。而做離岸風電，主要我讀到航線5日前同生態影響嘅生態部分，而改變航線相對較簡單。生態影響部分，長期施工造成嘅水下噪音，對海洋本地嘅生態，比如講會影響到拍海豚，現時拍海豚搶存到60隻邊呢。另外5日前談判牽涉到區域內同區域外，5日前區外就像係共享地區，一部分相對較複雜，台天同福海都很粗下嚟講。有外縣市，有在地，所以我們在談這個漁業權到底區以外的這個他們的這個和這個漁業的談判就對象會比較複雜，比較廣泛，也比較不容易掌握。我想這個區塊應該是要有比較高層有決策的這個機關來帶領建設一套模式。娛樂型的漁業，他們可以到那邊去釣魚也好啦，或者是說做怎麼樣的一個活動也好，那把離岸風電當作一個景觀去參觀，綜合性的做一些規劃，這都是我們一直很開放跟漁民可以來討論、來合作的地方。那至於說箱網養殖啦，或者人家泛稱的這些海上牧場，其實我們也沒有排斥。農委會漁業署針對漁業權區外定一些補償的。公示或是作業的方式那目前漁業署也在做，那所以針對漁業權區外的這個補償就有相關的規定。唔講唔見同生態爭議，離岸風機離人群開演，風機傳進來一天，透過海帶天纜先送到海航總機站，消息過後再送到陸地太型變電所，傳到天廟。一般陸航風機因為受到地形風影響，裝置容量大概2 MW，海航風向較穩定，產生5 MW 較加。當然海航施工相對較困難，而且架勢未比陸地風機加出2-3倍。那離岸風機不同，就是說海域它因為不受地形的限制，所以你比較能夠做區域型的規劃。那它的規模呢，就比較容易從10隻、20隻，可能甚至變成說60隻、70隻，甚至100隻。那這個在歐洲目前的市場來看，就是非常的常見。台灣也陸地風機大概330台，台天只有169台，客體100較加。因正彰化海巡喺台灣青河風場到彰濱工業區度，只有幾百台風機，各間風機一隻都有貼座，無論係數量也密度，都係全台灣最高嘅。台天測風塔嘅監控數據係透過微博傳進王公變電所，同步傳到台天監控中心。那這個海氣象觀測塔的位置就在我們彰化王公漁港的一個外海，大概6公里的一個地方。那我們實際的風場會再往外延伸一點點，大概是7到8，然後這個範疇就很大。我們第一個已經核定的一個示範風場是有110 µ的一個裝置容量。那往後那一個風場會設在測風塔比較南的一個南了一點點的一個地方哦。一般我們風機發出來的電會送到我們這個變電站做一個匯總。
然后汇总开关来，会经由隔壁的有一台主变压器升压到这边汇总之后，再经由我们的开关断路器，然后再送到我的输电铁塔线路，送到我的超高压变电站，然后汇总送到北部或南部。一件看来像一般名目，地度其实风机发电总基站。帆布宿舍未来千少几啊百台海空风机，各件一早即架来海底天缆传到陆地，会严重破坏海船的潮间带，要求要整合海底天缆。我们这次在政策环评里面呢，清楚的问了能源局哈，但我们就是要求说你有没有共通性的那个可以整合出缆线？那后来能源局透露说，他们已经跟台电协调。未来准备要在海上呢盖1到2个海上变电站，直接在海上都集中收纳这些风能。那之后只要是用2到3条的那个高压缆线呢，输送到岸上的那个输配电站，然后就可以并联发电。主商已经要求整合海底天纜，一上到陆地，还係面對二十變天站的問題。海洋風力圖中南士兵快速透路線的變天站最係在啲嘢。現正當檢明喎，工程期間還是圍路施工，冇同民眾先打合破。副權人向中南整體費澄清，沒想出來抗爭。一開始的時候，它影響到我的工廠的時候，我們才發現說它原來是一個風力發電的變電所，在這段施工的時間，它把所有的農路破壞到，真的讓剛好農產時間一些機器都沒有辦法下到現場，因為我們在這邊，就是一些農民，所以在申請的一些程序上都不曉得。這裡是南邊。往南邊看過去，其實是這裡已經不是苑裡了。它過了這一條溪，往南就是台中市的大安大甲的地區。而開發風機有冇交通好勢呢嘅當道，也搭配台中同苗栗甲嘅素材，看南邊泰安同泰甲萬奈度嘅風機，及北邊同城每一道將萬里經過反風查控制，最尾搶殺了2台。地方 NGO 團體長期反核，未支持再生能源。不過今年一早，請佢再講2年天天，就算係目的係為咗正義，唔代表讓人做主嘅錯嘅。然後它也有帶着一些進步的光環。可是我覺得從苑裡反風車的經驗看到的是說，如果政府跟財團它的思維還是一直是透過破壞環境或是竭盡所能的開發。這個地方的風場啊，我覺得這樣子的邏輯其實跟一般大型的電廠其實是沒有兩樣的。我們把一些數據用很公開的方式啊，我想來跟民眾做一些溝通，還有說明，來化解民眾的一些疑慮。這樣的話，再生能源的推動啊，才有辦法永續。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我們設了，將來一直都會有，它的壽命只有20年。換句話講，爸爸設了以後，兒子要去換新。兒子設了以後，孫子要再去換新，因為這些設備在台灣的土地上就是這麼多。一台風機搶用到20年天天，天天一早未希望做得永續經營。學者總編輯認為，台灣日頭光電技術以後，還卡有發展的空間。離岸風電來講，台灣雖然點點研度嘅海，不過海事工廠嘅發展做無按好，新產業應該帶動新產業機會，現階段聽從外國技術來做，台灣本土產業發揮空間唔大。就新政府這一塊，是不是可以稍微想一下，就是能夠稍微緩慢一點點，比如說4年之後再來開始大規模開放，或者怎麼樣？那這段時間我們可以比如說學界這邊、學校這邊可以有些課程的配合。那中鋼、中船這些，如果要組這個國家隊的時候，那他們是不是對一些風機的構造等等，要去建立本土的技術？在這個示範技術的階段啊，是大家學經驗，學經驗，包括你去國外租相關的船來，那到底它這個海事工程的作業怎麼作業，相關的安全要怎麼樣去考慮，這一些都是學一些國外的經驗。不過能源局認為，要同2020年示範風場完全做好，未來3年產業嘅供應鏈做聽得到，台灣產業要利用機會去好，還要利用機會去發展。未來唔單止能源政策達到目標，產業創造就業，還要進一步有國際優勢。對於後續比較後進發展的國家，比如說
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也可以有实质的参与机会。因为离岸风电不看什么特别的资格，他们就是看时机，就是看你的专业。所以在台湾，你有累积的时机，你有这个专业，我相信台湾的厂商不论到哪一个国家，都会吃得很开。产业發展同生態保育一路以來都當難顧到潮切，當地夏天環保團體咩時候，係講再過去當6年，馬上台灣真嘅要用愛發電係。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保育跟这个再生能源能够双赢的前提之下，很多研究是不足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敢讲说风机这样设置是没有问题，因为资料不足，不足以判断。除非限电啊，不然我们的替代能源在哪里？所以要发展绿能。那发展绿能，我们当然不希望，因为发展绿能真的是完全造成不顾渔业的生态，不顾北海豚的生态。但是这里面就是要一个折冲。那最好折冲，我就是直接，我很坦白讲，我透过政策环评，我建立一个共通的个案环评，它需要去面对的这些制度规范，我在这里规范清楚。台灣一旦佔到風場同熱頭呢，要風要熱頭，應該非係假人目標，我推踢係難清可難嘢。喺講環保問題做得結結，台灣應該打崩第三代工業革命，再生能源發展，重新打造西夢事業，發展有朝氣的國家。